你啊，还主厨后生下嘅时间啊，而且人家主厨煮好这料理，主厨啊，煮出的料理就像用有饭店的水准，知道吗？哦，又来又讲。哎，董仲伟讲得很心虚，怎么会呢？拜托哎，这是客家的那个国宴主厨哎。什么鱼？好，今日也準備係做虱目魚啊，攞而出就按照公爆虱目魚。公爆，老公爆有通用吗？通用啊。哎呀，怎么还变公爆？公爆絲綢。啊，你啊，主廚啊，你好覺得厲害，佢啊哈，啲名呀，凊彩佢改啦，懂冇？好，可惜你要做法了，做唔得就再改啦哈。歡迎你啊，準備你啊。虱目魚，你啊當方便啊，你去啊，你啊中南部啊，東已經叫你啊虱目魚，哦，你啊台灣之光呢，哦，尤其喺台南，台南，去到台南啊，假使喺冇食一份，用嘅虱目魚湯、虱目魚粥，對不起自己啊，還有乜嘅虱目魚腸，哦，喺台南當有名誒，佢派啲咧係什麼呀？誒，哦你啊喺嗰邊買嚇，冇骨頭誒，虱目魚啊，當好食，有時候啊，佢當到cái骨頭當麻煩處理呀。虱目魚嘅肚絲也特別很軟哈，還有油氣，故所口感就會較好。唔過我看那虱目魚除了煮湯，然後有嘅用嘅透絲誒，來做嘅紅燒以外，唔見必要做嘅較冇強用嘅。冇強用，我用我泡過。啊泡啊！有人拿來用蒸嘛？有啊。有。佢用最緊要係南部子啊。哦。佢自己最簡單嘅，喺個蒜頭啊，喺個紅燒啊，春前有人做。哦，虱目魚，你對台灣嚟講啊，當普遍啊，喺個加新月講嘅，對台南嘛是最多，最多。你係咪好食啊？好食啦，長洲啦，山西食是好嘅。佢用頭拿到每寸前食啲，佢從台南嚟講，佢虱目魚頭，他就把它滷，又見係紅燒嘅，又見係白滷。奇怪吼，因為細細吃到種，還是有食到安陽的魚的吼，愛細細吼，親椒食咧就會復蘇誒。復蘇啊！做乜解咯？佢鼻窿有香啊！哎呀，你啊，我冇看有鼻痛啊，特別大起來魚就會復蘇誒，就。可是我爸爸唔食魚古時候那條啥，真的入了社會啊，才會去吃這個魚。好，我哋啊切好咧，然後啲了米酒。米酒去腥，知道嗎？米酒，然後拍胡椒粉。要先調味。對，白胡椒粉用的還蠻兇的，不小心。你好老實哦。咩好賣？我懷疑係馬山人，我懷疑係小虎。你不用懷疑，一定是他。不管做錯了什麼事，都是他。油也係亂拍。等下先源麻煩你來馬殺雞。馬殺雞哈，好，我來切呀內瓜。然後用炒，其實你要出菜啊，係熱天，也係啊，山西聚餐啊，配個小酒啊，挺不錯的。一天要用安陽的魚嗎？也係其他魚沒做得？其實啊，用桂魚啊，也係用鱸魚啊，盡量冇有骨頭的啦。冇骨頭的。山西啊，伊配飯也係有老人家，也係小朋友啊，可能。冇按注意啊，cái骨頭啊，是不是食落去很麻煩？因為等下需要凍熟、凍好食。你瓜咩凍好種哦？凊彩出現就種嘅起來。但媽媽春前要種啊，佢你瓜做得種到變態你瓜。亞麻沙雞做得嘛？一節都會。價節。那個一節就3分鐘呢啲咯，嗌下貴。我去啱切到少啊！一叔伯阿妹導師都同我講，阿郎哥已經啱正經啊！哎呀，有冇啱正經啊？
哎呀，啊，看你眼睛嘅因，係啊，冇落嗰種誒用白胡歌啊，學白嘅。哦，係啊，古種那老叫學快。冇。哎，我還看你們就是狼狽為奸。總得用狼狽為奸，又將是係狼係愛諧音。哎呀，就剛好啊。哦，狼虎為奸。狼虎為奸，哎，不錯不錯。好，嚟一下，還有蒜頭米。你蠻好哦，當久的呢，用印鈔容易要熟的，啊，手有溫度哦。好嚟啊！終於可以下一步了。番薯粉，買地位落去。哎，到啲就冇要緊。baby 早了就超給啦。番薯粉都好用哦，唔吃到普通西啊，用番薯粉它好，壓片米粉，壓黑麵粉。番薯粉。你用板講。番薯粉啊，畫暗圈。番薯粉啊，會不會去扁台？會讓你的體積變大。有沒有去食嗰種誒炸雞排？炸雞排呢，正全肉泡泡啊，該番薯粉啊，壓一直壓，該剖開的時候動台地。可是你這種答案就感覺像個奸商。無奸不商啊，你知嗎？該係胡歌講啊。做對。我用素顏嘛。對啦，我是火線哦，你要做在邊邊。哎呦，是這樣啊，做對嘛？做對。夾。芒切挑一千啊，還有撈餐巾紙撈個啊，把水分啊，把它吸乾啊，一下唔會爆。滿天爺爺出去公爆虱目魚啊，我本也爆啊。唔過喺爆之前呢，係咪？我們靠臉吃飯。靠臉吃。我哋啊，用下煲吼。其實啊，我介火要把它撈去灌下水的哦。我用下去啊，伊冇去當機吼，伊垃圾啊，佢會爛體黏啊。佢會黏帶啊。嘅當脆弱熟嘅就當會分離，係嘛？同你啊。莫講嘛，我看有誰啊？誰人啊？該我注意哦，該了解的時間啦，其實係哪意思咧？它像炸雞塊咁樣啊，凍香。其實你要破的時間是凍香的。拜託誒，那是一定要的啊！生意咧，你都做下了，冇必要投資了，是咯？那還有什麼樂趣？什麼？唔細細冇都做下投資出來。有，我春前阿婆都要做出來，我春前我係那玩兒裝。係嘛？跟阿婆下好。我前後都做下咗嘛，係嘛？等阿媽媽煮好菜啊！我媽都得忙啊，掉菜出去做家用嘅餐桌上嘅還有一段路。還有一段路哦，就可以吃好幾口。還用門檻，你唔是看這地，跟門檻，跟點食菜，你點都要鉗。哎呀，這樣子才有美好的回憶啊！不錯哦，看之後，你講弄懵嘅時間，那種感覺啊，阿婆啊，也係媽媽哦。有狗開嘅生法啦，我們有經過這種時代，回想還不錯。係啊，你控肉啊有冇？控肉唔係三層咧，然後等到作為烘個蝦，全部純皮嘅，又全部冇係頭色嘅咧，我唔敢，我媽敢食嘅皮嘅，細細嘅啊。其實哦，小獻酒啊，做出來尤其啊，cái滷肉啊是最好食的。好，我哋嚟下。用香油啊，用麻油好咧。麻油。麻油係咪老公煲當蝦米？嗰還有加乜嘅？花椒。花椒。裡面有用花椒粒哈。有。花椒梗用嘅大紅袍正印當香嘅。較貴。較貴哦。好，嚟啊，麻油，到嚟啊，你呢？花椒粒，處女座跟我是好朋友一樣不一樣？因為處女座懂會正理啊，懂會那種老事情做都那種井然有序，什麼？用發生乜事情？井然有序，太長的啊！走。好，你一下，你做得，你就要放先，讓油是表下去嘅，讓佢略嘅。表一下子好咧，冇聽叫啊！其實你咪做啲炒強下，都是食到啊，爛啊，個聲音係冇。
啊，椰出菜基本上生意的就会听说可以冇办法结束吧？里面全部拉嘞啊！准备炒长条啊！哦，有香哦。我咧用点油。哦，用油就好。啊，cái公煲用冇加空下落去邊哦。我你下樣去落。哦。好，你下先用蒜條。蒜條面，有咩冇嘅咩嗬？你出盡辣咯嗬。辣。感謝辣嗎？啊。好啦，不用，你記得是做對的。我辣妹呢，你問我敢不敢吃辣？來這樣大家等下哦，加啲嘅水落去啊，受不了。哦。吐哦。加啲米酒。好，加啲米酒。換爐啊！翻爐了，翻爐了。啲嘅水，其實咧有太薄啦。唔是太油誒。哦，等下。哦。那不然我當螺絲嘛？唔係。唔係啊。哦。一啲咩當螺絲？一系列當螺絲。啊！你要出出唔記得戴口罩。你不是只有搶銀行的時候才戴口罩嗎？不。哦。哦，葱白。都嘛葱白下，葱綠不要下。葱綠幾下加噶？哦。哎，你很愛漂亮哎。那這樣愛散母的歐洲。弄髒有什麼關係？菜煮好吃就好啦。我們要靠實力，我們不能靠外表。我們呢，是要為求完美。完美。哦。哦。你這課時也沒壞哦。好了，全部下好了。我也來玩一下吧。哦，走，來，好厲害哦！有沒有？有。姐姐有練過啦。再30次。再放一次，然後拍照。真的。可以連續翻。哎，你不要弄我啦！掉出來了。走這裡啦，走這裡。哦。哎，這重。哎，你的比較高呢。啊，辣油。其實做完這一道菜啊，來做一件事情，係咪？好，OK。打噴嚏。哇！哎，你確定要用這個嗎？沒有確定啊。好，沒有確定好，換綠的好了。好好看用哎啊！2個給你選，不然你也可以放2盤。一盤等一下他給它試色，一盤我帶回家。哇！哎，老婆，來一個啤酒吧。哇！我還是要再忍一下。啊，我跟你說，絕對是，哎，你真的還弄2盤哦，啊。然後再來決定用哪一個，是吧？看哪一個 feel 比較好。也一出了哈，真也不然感通的一出菜呀，好，你也覺得這邊比較，他講哦，色比較，它比較顯得出來。做什麼？對。好哎，哎，真好哎。好的。哎，呀一寸。宮爆虱目魚。耶，做對了生流。宮爆虱目魚，你刮切角角嘅，蒜頭、辣椒嘅、蔥嘅切幼幼嘅準備，
麻色木青地地加米酒、胡椒粉、香油、乱拍番薯粉，例如张田麻色木用个木个方炸到金黄色，白条花椒油再用蒜头、辣椒的米酒、水、调油、糖、葱的麻色木、盐炒到薏米，安尼好食的料理就做好咯。